台中大雅一間真出名的連鎖火鍋店，無張持倒大關門，有未少員工無摕到薪水。更加有人來指控，講這負責人翁仔某因為投資失敗，款幾啊億的錢來逃走。受害人成立了自救會，人數有339個人，這麼多。台中大雅一間在地連鎖火鍋店的頭家甲頭家娘，佇地方有一寡名氣，嚴個火鍋店煞雄雄倒店，翁仔某疑似是款錢走路，每少受害人攏走來要找因算賬。個人的損失聽聽大概都接近5000到1億啊，那其實總數聽說數十億到數百應該有可能。自救會總共目前應該大概有300多人吧。月底還有聯絡，然後有正常收，對，也正常收到票，然後跟錢。就是賠10幾萬掉，只是覺得很傻眼。警方初步調查，涉案的這對翁仔某除了佇大雅北屯開火鍋店以外，閣經營旅行社、休閒事業公司，積極參加獅子會、慈善會，讓民眾看個熱心，得到未少人的信任。這2年，找親戚朋友甲社團幹部加入各項事業的辦道投資，嚴格疑似是了錢。翁仔某佇頂個月底就直接走出去到國外，成立個慈善基金會，還有認養一些孤苦的孩童。想不到他把自己包裝得這麼好，欺騙社會。學者來到翁仔某的徛家，厝邊講只要一個看到頭家的人，是佇頂個月28早起，伊佇路口坐車離開，懷疑準備要走路。老闆常常看到是警委會，參加警委會。勞工局表示，火鍋店已經歇業，目前無接到欠薪水的投訴。嚴格已經有339個人因為投資來受害，敢有牽涉到詐欺，專案交予檢調調查。